镜头所等的台湾，今仔日国内无增加新冠病毒确诊的病例。咱台湾第一批11.7万剂的阿斯特捷利康 AZ 疫苗，明仔载就会宣布检验好势。只是啥物时阵要开始来做？有变数。卫福部长陈时中讲，等这个疫苗总检验好了后，2天内会来召开着专家的会议，做整体检讨，才来决定是毋是要来做。目前这个第一线医护人员愿意注疫苗的人数无到一半，只有43%；第二线医护人员愿意注的愈少，只有28%。台感染科的医师讲，这个 AZ 疫苗出现着血栓血角的事件，这以前听都捌听过，所以要更加谨慎来评估。基本上，我们现在是认为疫苗仍然是安全的啦。为阿斯特捷利康 AZ 疫苗安全性公布一个强心针，3月17号是续输着检查了。到底要做无？啥物时阵做？敢若受到各个暂停注射的影响，时间拢无确定。因为检验完成才有考虑要不要打的问题嘛，哈。那检验完成之后，那2天内我们会召开专家会议，就近来的一些国际的情况跟疫苗的本身所提出来的报告，做一个整体的检讨。目前第一波医护注射意愿调查有6万人愿意注射，第一线人员占43%，第二线人员28%，整体意愿33%。到底要做无，要是来做评估，尤其疫苗佫出现头血管的事件，更加袂使大意。疫苗出现血栓以前是没有听过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全新的事件。所以大部分的政府的采取的措施就是，我们等一个有公信力的机构做出一份调查报告，再来决定这个疫苗该怎么处理，是继续推呢，还是暂缓？无注疫苗烦恼第一线医护人员的安全，注疫苗佫烦恼袂使控制的副作用。专家建议，除了要增加新冠疫苗的效果，注疫苗的好歹，嘛是决策者上艰难的难题。